CapCut 基础教学。今天教读取音讯。一，先导入素材。二，按添加音讯。三，按读取。四，导入素材，建议放在第一步骤。五，将音讯导入，最后剪辑一下，不要读取的地方就好了。将推荐的地方找不到也能用了。没有说要钱的，直接导出。如果要钱就录下影片，再导入就好。两种方法：一，横竖录；二，在有草稿的地方录，接着在影片调整范围。拜拜。